透過議員林美燕甲立客委的協作，下午邀集警方、民警甲交通等單位，共同針對黃姓長者佇個5月31日家己騎自行車外出，到現在攏還未找到，對外來召開記者會，希望各界會用來提供線索。我姐夫叫做黃兆明啊，屬實以他82歲，他身體狀況事實上也體能還 OK， 但是有些記憶力可能會比較差了一點點吶。所以那時候我們一直講說趕快能夠動用各個我們警界這邊的資源，能夠在各遍地開花，然後透過我們監視器一路行過來，讓他看到他的陰影沒有。將近要1個月安尼吼，這真正吼，這咱厝內底人吼，這安尼吼無伊1個月吼，相信吼，這心內吼，這嘛攏會非常非常的着急吼，非常非常的唔甘吼，所以吼這有那上愛主要吼，那希望吼，這個我們相關的單位吼，可以再更積極吼，這想盡辦法吼，看這會當吼，至少吼安尼攏會當有啥物款的一個消息吼，會當互阮安尼趕緊吼。會當安心吼，會當趕緊安尼順利吼，安尼找到啦。家屬表示，黃姓長者身高大約168公分，失蹤的時頭殼戴着白色的野紗帽，身穿淺白色的短袖短褲，佮着布鞋，家己騎着自行車來外出，到現在將近1個月攏無消息，家屬嘛相當的着急。5月31號。伊4五點就去運動，7點我就轉來轉來我要去買菜，7點半左右我閣看伊佇厝，我去買菜轉來9點我就到即擺無看啦。你啦，伊迄個外口咧佚佗，當然是的。足突然的啦，都進前我嘛無遐關心着講伊有啥物狀況啊。伊攏習慣騎動輪車去運動。迄天我買菜轉來就不看了。對此，警方佇個家屬當天報失蹤以後，除了調閱各路口的監視影像，因為黃姓長者騎自行車無車牌，身上閣無揸手機啊。經過調閱監視器發現，黃姓長者曾經出現佇安平、安南區，一路向北到永康、新化、新市，最後佇個生活加坡、東勢寮一帶就失去行蹤。截至目前為止，我們大概調閱監視器大概總共有122處哦，那我們大概動用警力有11個分局，總共有315個人。哦，那我們大概目前我們調閱監視器，我們發現黃先生他的路徑就是從中西區，然後沿着安平區到北區，再到安南區，再到北區，哦，那再到永康區、新化到新市，然後一直到那個上化的東勢寮部分，我們就沒有再發現那個黃先生的身影啊，所以後續我們就由那個上化分局針對當地的部分，哦，他們持續在這個搜尋，哦，那在期間，因為我們家屬陸續有接到民眾有在反映說，在什麼地方我們有看到黃先生，哦，大概總共有27處，哦，那這部分我們都第一時間有去調閱，哦，那也有去請他們家屬做確認，哦，確認沒有之後，我們都一一排除，總共有這個27處，哦。目前警方除了持續立管查找，同時嘛呼籲，如果民眾有發現符合頂懸特徵的黃姓長者，攏會用卡110，或者是向鄰近的警察機關來通報。互家屬會用趕緊找到失蹤的長者。台南新聞李英根採訪報道。